继续要来讲，啉酒就要准则，嘛唔通啉伤猛。高雄一个30岁青年，公司食买鸡，用这个深水炸弹，也就是秘鲁套搞酒，甲中官来敬酒，敬一轮了后开始吐，搁来吐血。过长工精神，然后甲胸坎啊真无爽快，搁继续来吐血，赶紧来送病院。医生讲，这是因为短时间内啉伤侪酒，搁啉伤凶起吐。 啊，佮吐甲伤到食道来正空，才会吐血。到年底食买鸡，真侪人拢啉酒，尤其佮会用这部。高雄有一个30岁张先生，用深水炸弹敬一轮，后来就开始吐甲有血，厝内人惊着出来去找医生，结果就是啉伤凶造成的。有一些牙签啊，或者是一些鱼刺骨头，你喝醉的状态下。 你可能不小心会误食，误食的话很容易会造成食道或者是胃黏膜的穿刺的伤害。那有些穿孔严重的时候，有时候会合并感染，会有一些生命的危险。医生表示讲，酒精对胃的黏膜甲润动都会产生刺激，引起冰棒。若吐了伤严重，腹肚压力上升，会致使讲这个脑后会灼伤出血，较严重的脑梗的黏膜会破空，也是胃会破空。所以讲，医生提醒讲，啉酒除了讲爱适量，嘛唔通啉伤凶，以免体内器官会去伤到。